继续要来讲，即摆是澎湖的观光旅游季，顶个月就将近14万人到澎湖佚佗。但是即个月月初，澎湖的西屿国中爆发着流感群聚的感染，短短10天，全校都2成的学生患着流行感冒，参这个军营嘛着咯。有医师来怀疑是官方隐瞒消息，这个疫情才会未收山。讲到目前为止，3礼拜的时间，澎湖有21件病例，有144个人确定得到流感。欢欢喜喜翕相去澎湖佚佗，却去拄到流行感冒。上课学生拢爱洗手，因为西屿国中10天内，全校118人，有2成学生拢中得了感冒。停课3天以后，那学生就不再有传染的一个情况出现。外界即个讲，每一年10月到过当年的3月，才是流行感冒的流行期。澎湖伫5月份所发生集体感冒，这到底是安怎？卫生局呢，大概都是会接获通报之后，那按照它的时间点来列管，所以只要有送进到卫生局，我们都一定是在列管案里面，不会有这种什么隐匿的状况发生。卫生局统计，这个月初3，西屿国中就一个班级17人确诊，过两天外安国小嘛有4个，较无1礼拜，校园甲军营拢总有。一直到目前为止，3礼拜内，包括马境高中、高级海事水产职业学校、西屿甲马境国中、外安石泉马境中正文学甲中兴国小，嘛拢着连当地各方单位像菜园营区、澎湖部建车连嘛拢有感冒疫情，总共21件144人确诊得到流行感冒。卫生局提醒讲，若是去到人较侪公共场所，都要挂喙安，莫较接洗手咧，避免去患着流行感冒。